其實講到謝賢四哥，相信全香港甚至全亞洲嘅華人腦入面浮現出嚟嘅第一個畫面，肯定係佢嗰副永遠戴住嘅墨鏡，同埋嗰個梳到行一行永遠都唔會亂嘅馬尾。最近聽到佢離世嘅消息，老實講，我心入面除咗有一陣氣之外，更多嘅係一種對時代終結嘅感啦。我成日都同人講，睇一個人嘅一生，唔好只係睇佢有幾威水或者有幾多風流韻事，你要睇佢背後嗰條命理嘅線，嗰種因果嘅回圈。四哥呢個人，佢一世人其實就係一部活生生嘅風水命理教科書，佢將乜嘢叫做格，乜嘢叫做時，發揮到淋漓盡致。你試下回想下四哥後生嗰陣，50年代、60年代嗰陣嘅香港係點樣嘅世界？嗰陣係一個物質啱啱開始豐富，大家仲係好保守嘅年代，但係謝賢一出嚟嗰種大明星嘅氣場，直頭係走前咗時代幾十年。我從面相學嘅角度去睇，四哥個面相係典型嘅木火通明格，佢個樣生得長，身形又修長，呢個係木，而佢嗰種演藝才華，用喺鏡頭前面散發出嚟嘅光芒，呢個就係火木生火，所以佢注定一世都要喺深光燈下面生活。你睇佢後生嗰陣張相額頭高發，呢個代表佢少年運極好，10幾20歲就紅遍大江南北，呢樣嘢唔係人人都有。好多人一世勤勤懇懇，到老先至有一點名氣，但四哥係一出道就係懵風。講到因果，好多人淨係會諗到做壞事有報應，其實因果仲有一層意思，就係你種下乜嘢，性格就會收翻乜嘢人生。四哥呢個人最大嘅特點就係愛靚愛到入骨。你可能會話做明星邊個唔愛靚，但係四哥嗰種愛靚係一種尊嚴，係一種對自己生命嘅格調。佢就算去到80、90歲出嚟見人，一定要着到行，腰板一定要挺直。呢樣嘢喺風水上講，其實就係守住自己果神。一個人只要神不散，佢嘅氣場就唔會亂。所以你見四哥老咗之後，雖然皮膚走咗，但嗰種精神頭好多50歲嘅人都比唔上。呢個就係佢種下嘅，佢一世對自己嘅要求係一個長壽而且優雅嘅老境。你知點解四哥咁多年都唔肯除低副墨鏡？坊間好多傳聞，有人話佢對眼太風流，有人話佢怕老。其實喺命理上睇，眼係靈魂之窗，亦係一個人氣運最集中嘅地方。四哥老咗之後，雖然身體仲好健壯，但對眼嘅神采始終會隨住年紀而減弱。佢戴住墨鏡其實係一種好聰明嘅風水化解，佢將自己最容易顯露衰老同疲態嘅地方收埋，等全世界見到嘅永遠都係嗰個充滿自信、充滿神秘感嘅四哥。呢樣嘢就叫做撞風水，講究藏風聚氣。佢呢副墨鏡幫佢聚咗幾十載嘅名望之氣，令到佢喺大家心目中嘅形象永遠定格喺最係王嘅嗰一刻。講到謝賢，冇辦法唔講佢嘅感情生活。印真拉姑到後嚟嘅小女友 Coco， 每一段情都鬧得沸沸揚揚，好多人覺得佢風流，覺得佢係浪子。但你如果細心去睇佢嘅因果，你會發現四哥其實係一個好重情嘅人。佢同拉姑離婚之後，仲可以同拉姑兩公婆一齊食飯，一齊去旅行。呢樣嘢喺嗰個年代嘅香港簡直係奇聞。呢個就係佢嘅格調，佢將陰陽調和得好好。好多人離婚係因為怨氣，嗰種怨氣會破壞一個人嘅風水。但四哥冇，佢將一段緣分完結得好乾淨，冇留低半點戾氣。所以你睇佢雖然換咗咁多話，但每一個前任都冇講過佢半句壞話。呢種就係善因。佢對女人嘅體貼同豁達，換嚟佢一世都冇缺過。桃花亦都冇因為感情而招致災。你再睇下佢同個仔謝霆鋒之間嘅關係。霆鋒出道嗰陣，兩父子嘅關係其實幾緊張。霆鋒嗰陣有個姓，想擺脫老侯嘅影子。呢個就係父子之間嘅姻緣九重。喺風水命理上，父子係傳承亦係相克。四哥太紅太威，個仔壓力一定大。但你睇下四哥點處理？佢慢慢退後，將舞台讓俾個仔。佢甚至喺公開拜而講：我個仔紅過我，我好開心。呢種退其實係一種大智慧。佢將自己嘅火慢慢傳俾咗霆鋒，令到謝家嘅演藝命脈可以延續落去。霆鋒後嚟攞影帝攞獎嗰陣，特登多謝老侯。嗰一刻，兩父子嘅因果圓滿咗。老侯當年種下嘅演藝種子喺仔身上結咗果。好多人問我蘇師傅謝賢一世人好似食咗無憂米咁，係咪？佢屋企風水特別好，講真嗰句，風水只係互助。最緊要係個人嘅心態。四哥呢個人其實好識得放低，佢雖然愛靚，但佢唔貪心。佢有錢嗰陣可以豪擲千金，冇錢嗰陣亦都唔會怨天尤人。你諗下佢呢一輩嘅大明星，好多晚景都好新娘，有啲係因為病，有啲係因為錢，但四哥到老都仲可以咁登攤。呢個就係佢心態上嘅風水。佢唔會喺過號嘅輝煌嗰度沉溺，佢永遠活喺而家。你問佢以前啲嘢，佢可能會話唔記得咯。最緊要而家開心，呢種活在當下，其實係佛家講嘅破執。一個人冇執念，佢嘅氣場就會順病痛都自然少啲。你試下諗下，一個人活到90歲，睇住香港由一個小縣港變到國際大都市，睇住影壇由黑白片變到全電腦特技，佢仲可以保持嗰種初心。
呢樣嘢真係好難。四哥離世代表住嗰種舊式大明星嘅格調正式畫上句號。嗰種格調係咩？係無論發生咩事，頭型唔可以亂衫，領要拉直，見人一定要有禮貌。呢種係一種修養，亦係一種風水。而家啲年輕人個個都追求快，追求效率，反而失去咗嗰種慢落嚟去修飾自己生命嘅耐性。四哥離世嘅因果，我睇到嘅係一種功德圓滿。佢一世人帶俾觀眾咁多歡樂，佢一生人都活得咁精彩，佢最後走得好安詳，冇咩病痛，仔女又孝順，事業又有成就。呢種人生其實係好多人夢寐以求嘅。你要知道名利場入面最容易迷失，好多人紅咗之後就會狂一狂，就會種下惡因，最後落得個晚節不保。但四哥由始至終都守住嗰個真。佢風流而不下流，佢貪靚而不貪婪。四哥嘅離世其實亦都係提醒緊你，我哋成日追求發大財，追求買大屋，覺得嗰啲先係好風水。但其實一個人最好嘅風水係佢嘅樣，係佢嘅行為，係佢點樣對待身邊嘅人。你對自己有要求，你對人有情義，你對生命有熱誠，你嗰個風水自然就會好。四哥用佢90年嘅人生做咗一個最好嘅示範。佢除低墨鏡嗰一刻，佢已經唔再需要掩飾任何嘢，因為佢已經活出咗最真實、最完美嘅自己。你可能會問，四哥嘅風水格局對謝家後代有咩影響？其實一個家族嘅氣場係會流轉嘅。四哥嗰種豁達，嗰種對逆境嘅承載力，已經透過血脈傳咗俾霆鋒同婷婷。霆鋒由一個反叛青年變到而家咁成熟穩重嘅企業家，你以為真係淨係靠努力，其實入面係有一種家風嘅傳承。四哥雖然平時口花花，但佢嘅底子係一個好正氣嘅人。呢種正氣係一種保護罩，可以幫後代擋咗好多煞氣。講到尾，四哥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命運雖然係天注定，但運程係可以靠你自己去行出嚟嘅。如果你成日愁眉苦臉，如果你對身邊嘅人充滿怨恨，就算俾你住喺世界第一嘅風水屋，你個血糖、你個血壓、你個心境都唔會好。你要學四哥嗰種心態，無論遇到咩事，先去執翻正自己個樣，先去對鏡笑一笑，先去對身邊嘅人講聲好說話。呢啲小小嘅行為，其實就係喺你嘅命運入面種下一顆顆善嘅種子。四哥走咗，但係佢嗰種謝賢式嘅散灘會一直留喺香港人嘅記憶入面。每當你見到墨鏡，每當你見到馬尾，你都會諗起有一個人，佢一世人都冇老過，佢一世人都活得咁有格。呢種長青唔係因為肉體唔會老，係因為佢嗰粒心永遠都係嗰個熱血嘅年輕人。因果循環，四哥用佢嘅一生換嚟一個傳奇嘅名號。我哋後輩除咗懷念，更應該學下佢嗰種對生命嘅豁達同尊重。你試下諗下，人生就係一場大戲，四哥呢場戲由開幕到謝幕都係咁精彩，佢冇遺憾，因為佢已經將自己嘅角色演到極致。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劇本，你嘅因果同風水其實就係寫喺你每日嘅生活入面。四哥謝幕啦，但佢留低嘅智慧值得你我細細去品味。講真嗰句，四哥呢一世人真係值回票價，不枉此生。其實四哥嘅一生最令我佩服嘅一點係佢對老呢個字嘅態度。好多人過咗50歲就開始覺得自己老，開始放棄自己，覺得人生已經定咗型。但四哥90歲都仲可以行出嚟同人講，我仲係好後生，我仲可以拍戲。呢種對自己生命嘅不妥協，其實係最強大嘅風水陣。當你不認老，你個腦就會分泌嗰啲令人興奮、令人充滿動力嘅信號，你個身體機能就會自動調整。呢樣嘢現代科學叫內分泌，我哋命理學就叫生機。四哥一世人都生機勃勃，所以佢嘅命格入面嗰個力量一直都好旺。講到因果，四哥同佢啲仔女嘅因果真係好深。你睇下霆嫂，雖然細個嗰陣同老啊好似有層膜咁，但係霆嫂骨子入面嗰種好勝、嗰種執着，其實係同四哥一模一樣。四哥用佢嘅方式去愛仔女。佢唔係嗰種嚴父，佢係嗰種可以同你做朋友、同你一齊玩，甚至同你一齊風流嘅老口。呢種教育方式其實係好高明嘅陰陽互動。佢俾仔女空間，等仔女自己去組。呢種因果就係個仔雖然成名早，壓力大，但個仔內心係自由嘅。所以霆鋒最後可以成為一個咁成功嘅藝人，入面其實有四哥好深嘅姻緣喺度。你試下諗下，如果四哥係一個好保守、好嚴厲嘅即車魚，謝霆鋒可能就會變成另一個完全唔同嘅人。或者佢嘅才華就會被壓抑。四哥嘅豁達其實係幫謝家開咗一個好大嘅氣場，等後輩可以喺呢個氣場入面自由發揮。呢個就係風水學入面嘅副音，唔係話俾幾多層樓你，而係俾一種乜嘢樣嘅心境同視野俾你。四哥嘅離世亦都令我諗起謝家嘅一整體風水流轉。四哥嗰代係火停工，呢代係金水停工做飲食做特技，呢啲都係金水嘅行業。由火變金水其實係一種家族能量嘅沉格。四哥嗰代係要閃耀要搶眼，霆鋒呢代係要務實要深度。呢種轉變其實係好自然嘅因果演變。
四哥嘅離去帶走咗嗰種浮華嘅火，留低咗一種更加穩重嘅氣場俾謝家。其實講到最後，我哋睇謝賢呢一世人最應該學到嘅係兩組字，第一組係分寸，第二組係放下。四哥一世人都好有分寸，佢知幾時應該出嚟威，亦知幾時應該收埋。佢雖然風流，但佢有底線。呢種分寸感就係易經卦辭入面講嘅節卦，一個人識得節制，佢嘅人生就會亨通。而放下就係四哥晚年最令人驚冷嘅地方，佢可以放下大明星嘅架子，佢可以放下過號嘅恩怨，佢甚至可以放下對死亡嘅恐懼。你睇佢最後幾段採訪，佢講嘢好淡然好隨和，呢種放下令到佢嘅靈魂變得好輕盈。一個人靈魂輕盈，佢走嘅時候就會無牽無掛，呢個就係最好嘅歸宿。四哥呢一生其實就喺香港呢個大風水陣入面畫出咗一條最靚嘅弧線。佢由一個富家子弟經歷家道中落，再到影壇懵風，再到晚年嘅平淡悠然，佢嘅人生跌宕起伏，但佢始終守住咗嗰個本。呢個本就係對人要有情，對自己要有格。呢樣嘢比任何風水陣都要強大。四哥走咗留低嘅係一份謝賢式嘅精神。你今日翻去試下對自己好少少，對自己嘅儀容有啲要求，對身邊嘅人多啲包容，對人生嘅起伏睇開啲。呢啲就係四哥教俾我哋嘅風水命理。因果從來都唔係遠處，因果就喺你嘅一言一行入面。講到呢度，我諗四哥喺嗰邊肯定已經戴翻好佢副墨鏡，梳好佢嗰個馬尾，笑嘻嘻咁望住我哋話：細路人生一場戲，最緊要演得開心，演得有型啊！四哥一路走好你嘅聖灘，我哋香港人永遠都會記得。其實四哥呢個人，佢一世人最威嘅地方唔係佢攞過幾多獎，或者佢賺過幾多錢，而係佢活到90歲，仲可以令到全香港嘅年輕人覺得佢好型。呢種型係由內而外散發出嚟嘅，係一種對生命嘅熱誠。好多人老咗之後個心就死咗，對乜嘢都冇興趣，對乜嘢都充滿埋怨。但四哥冇，佢永遠保持嗰種對新奇嘢嘅好奇，對靚嘢嘅追求。你試下觀察下四哥個鼻腔挺直，鼻頭有肉，喺面上學入，面鼻代表財帛宮，亦代表一個人嘅自我。個鼻生得好，代表佢一世人都有財運，亦代表佢自尊心強，好有主見。佢唔會隨波逐流，人哋講咩佢就聽咩。呢種強大嘅自我，令到佢可以喺複雜嘅娛樂圈入面守住自己嗰套法則。四哥個下巴亦生得幾好，圓潤而有力。下巴代表晚年運，好多後生紅嘅明星下巴尖削到老咗之後氣場就會散。但係四哥個下巴一直到老都仲好有承載力，所以佢晚年可以享有仔女嘅福氣，可以享有社會嘅尊重。呢個就係相由心生，亦係因果嘅顯現。你再睇下四哥嘅皮膚雖然有皺紋，但膚色一直都幾潤澤。呢個代表佢身體入面嗰條氣好順，氣順則命長。好多人因為長期嘅怨氣同壓力，導致身體入面嗰啲氣結成塊，最後就變成病。但係四哥係一個好識得釋放壓力嘅人，佢有咩唔開心佢會講出嚟，或者佢會透過運動，透過同朋友傾偈去化解。佢唔會收埋，呢種豁達係長壽嘅黃金秘方。講到四哥嘅離世，我諗起一個風水理據，就係龍脈嘅交替。四哥係舊時代香港演藝圈嘅一支神筆，佢畫完咗佢嗰部分，而家香港變咗，演藝圈變咗，呢支筆亦都要收埋。呢個就係天道，天道有常有生必有滅，最緊要係生得沈爛，滅得飛黃。你問我四哥呢一世有冇遺憾？我覺得四哥係冇遺憾嘅。佢做過最紅嘅大明星，愛過最靚嘅女人，有個最出色嘅個仔，攞過最高嘅成就獎。佢一世人都活喺自己嘅原則度，冇向現實低過頭。呢種人生係真正嘅因果大圓滿。四哥走咗，我哋香港人好似失去咗一個老朋友。佢係嗰個代表住老派優雅同現代摩登極層嘅象徵。佢嗰副墨鏡好似係喺幫我哋隔開咗世俗嘅紛擾，帶我哋進入一個永遠都咁型、永遠都咁滲灘嘅世界。四哥嘅離世其實亦都係一個啟示。我哋成日講風水、講因果，其實最後都係講緊一個字：真。你要對自己真實，你要對人真實。四哥好真，佢中意就中意，唔中意就唔中意。佢從來唔會扮嘢，呢種真令到佢嘅風水格局變得好通透。所以我哋以後見到墨鏡，見到馬尾，唔好淨係覺得係一種時尚，要諗起入面有一份對生命嘅堅持。四哥用90年時間演好咗謝賢呢個角色，佢已經圓滿謝幕，而你嘅大戲仲喺度演緊你嘅因果，點樣種，你嘅風水點樣捉，全靠你自己。四哥，多謝你帶俾我咁多美好嘅回憶，多謝你教俾我乜嘢叫做優雅咁老去。你喺嗰邊一定要繼續咁型，繼續咁升灘，我哋會一直掛住你嘅。其實四哥離去嘅因果，我睇到嘅仲有一種放手。你睇佢最後呢幾年，其實佢已經好少出嚟，佢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，佢亦知道時代已經唔再屬於佢嗰輩，佢揀喺最適當嘅時候退低。
呢個就係命理學入面講嘅知進退。好多人紅咗成世，到老都仲想揸緊權位，想揸緊名利，但四哥冇，佢好安樂咁享受生活。呢種放手其實係幫謝霆鋒同謝家後人解開咗最後一道枷鎖。霆鋒而家已經獨當一面，四哥嘅放手，等霆鋒可以真正成為謝家嘅主理人。呢個就係風水入面講嘅陰陽二位，老一輩退位，後一輩上位，個家族先至可以生生不息。四哥呢一世人其實喺香港呢個充滿機會同挑戰嘅地方，擁有住一身金剛不壞之身。呢身功夫唔係武功，係心法。嗰種對名利嘅淡然，對感情嘅豁達，對生命嘅執着，呢種心法其實係最頂級嘅風水秘笈。你如果問四哥風水好唔好，佢可能會笑笑口同你講：師傅，我唔識風水，我淨係識點樣讓自己開心。呢句說話其實就係風水嘅最高境界。當你個心係開心嘅，你嘅磁場就係正嘅，你身邊嘅好嘢自然就會吸過嚟。四哥走咗，代表住香港一個時代嘅過號。嗰個時代係一個充滿希望、充滿格調、充滿人情味嘅時代。四哥係嗰個時代最好嘅代言人，佢嘅因果已經種好，佢嘅風水已經得完，佢留俾我哋嘅係一份永遠嘅定攤。四哥你好走，你嘅笑容、你嘅墨鏡、你嘅馬尾，會永遠留喺我哋心入面。多謝你教俾我哋，無論人生有幾多風雨，最緊要係企直腰板，笑對人生。呢份因果我哋會一直傳落去。四哥離世嘅因果，我睇到嘅係一種德嘅積累。好多人以為演藝圈淨係講名利，但其實真正能走得遠嘅，最後都係講得四哥嘅德，在於佢嘅大度同包容。佢對下屬對後輩，從來都係提樓同鼓勵。呢種德係一種看不見嘅風水氣場，保護住佢，令佢一世人都冇遇過大災大難。四哥晚年攞終身成就獎嗰陣，台下嗰啲掌聲係由衷嘅。呢樣嘢唔係靠錢買得翻嚟，係靠幾十年嘅為人處世積累翻嚟。呢個就係因果嘅真實不虛。你對人好，人就對你好；你尊重生活，生活就尊重你。四哥嘅離世亦都話俾我哋聽，人生最重要嘅唔係長度，係法度同高度。四哥活得好法，佢經歷過太多嘢，佢活得好高，佢嘅格調一直都喺龍峰。呢種人生先至係真正嘅五福臨門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睇謝賢嘅一生，其實係喺睇我哋自己。我哋每個人都想長壽、想成功、想快樂，但你有冇好似四哥咁對自己有要求？你有冇好似四哥咁對人有情義？你有冇好似四哥咁面對困境仲可以笑得出口？四哥走咗，帶走咗一段傳奇，但佢留低咗一個啟示：做人最緊要有格，有格風水自然好，有格因果自然美。四哥一路走好，你嘅星灘係我哋香港人永遠嘅驕傲。其實講到最後，我哋睇謝賢呢一世人，最應該學到嘅係兩組字：第一組係分寸，第二組係放下。四哥一世人都好有分寸，佢知幾時應該出嚟威，亦知幾時應該收埋。佢雖然風流，但佢有底線。呢種分寸感就係命理學入面講嘅嗰度而放下，就係四哥晚年最令人驚冷嘅地方。佢可以放下大明星嘅架子，佢可以放下過好嘅恩怨，佢甚至可以放下對死亡嘅恐惱。你睇佢最後幾段採訪，佢講嘢好淡然，好隨和。呢種放下令到佢嘅靈魂變得好輕盈。四哥呢一生其實就喺香港呢個大風水陣入面畫出咗一條最靚嘅弧線。佢由一個富家子弟經歷家道中落，再到影壇冇風，再到晚年嘅平淡悠然。佢嘅人生跌宕起伏，但佢始終守住咗嗰個本。呢個本就係對人要有情，對自己要有格。四哥走咗，留低嘅係一份謝賢式嘅精神。你今日翻去試下對自己好少少，對自己嘅儀容有啲要求，對身邊嘅人多啲包容，對人生嘅起伏睇開啲。呢啲就係四哥教俾我哋嘅風水命理。因果從來都唔係遠處，因果就喺你嘅一言一行入面。四哥你好走，你嘅笑容、你嘅墨鏡、你嘅馬尾會永遠留喺我哋心入面。多謝你教俾我哋，無論人生有幾多風雨，最緊要係企直腰板，笑對人生。呢份因果我哋會一直傳落去。四哥謝賢佢離世嗰一刻，我相信佢個心係好寧靜嘅，因為佢已經活夠咗，精彩夠咗。佢將自己呢一世人嘅功課做得好圓滿。佢嘅風水格，後生嘅木火通明到晚年嘅火化為土，呢個係一種萬物歸宗。你諗下，一個人可以由50年代紅到2000年代，橫跨咗半個世紀有多，呢種氣場如果無深厚嘅因果底蘊，係絕對撐唔住嘅。四哥用佢嘅星灘化解咗娛樂圈入面無數嘅明爭暗鬥，佢唔爭，反而得到更多。呢樣嘢就係《道德經》入面講嘅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四哥嘅離世亦都標誌住香港演藝圈一個黃金格嘅謝幕。嗰個年代嘅藝人一種好獨特嘅氣質，係一種由骨入面散發出嚟嘅自信同尊嚴。而家嘅年輕人可能好努力，好有才華，但好難再有四哥嗰種氣定神間。四哥嘅一生其實係一種對美學嘅極致追求，佢嘅風水就係建立喺美呢個字上面。佢覺得做人要美，做事要美，年老都要老得美。呢種對美嘅執着其實係一種好強大嘅念力。念力可以改變環境，念力可以改變風水。四哥走咗，但我相信佢留低嘅種子會喺謝家
甚至喺每一個香港人嘅心入面生根發芽。佢話俾我哋聽，無論世界點樣變，你都要做自己嘅主人，你要定義你自己嘅人生，你要收足你自己嘅風水。四哥多謝你，你嘅電攤，你嘅笑容，你嘅馬尾，你嘅墨鏡，會永遠定格喺我哋心入面。你係香港演藝圈永遠嘅四哥，你嘅因果大圓滿，你嘅風水萬世傳。其實四哥離去嘅因果，我睇到嘅仲有一種承載力。你睇佢呢一世經歷過咁多風浪，後生嗰陣家道中落，要出嚟拍戲養家，拍戲紅咗之後又要面對娛樂圈嘅複雜人事。佢一世人好似好順，但其實背後都要承載好多嘢。佢最勁嘅風水就係佢嗰雙膊頭，佢承載咗家庭嘅責任，承載咗作為大明星嘅壓力，甚至承載咗全香港觀眾對佢嘅期望。但佢始終冇表現出一絲沉重，佢永遠都係輕描淡寫，好似所有嘢都係玩下玩下咁。呢種承載力其實係最高級嘅陰陽平衡。四哥離世亦都係話俾我哋聽，人生最後帶唔走命，帶唔走利，帶得走嘅淨係得嗰份回憶同埋你種落去嘅。因四哥帶走嘅係全香港人對佢嘅敬意同愛戴，呢種帶得走嘅資產先至係真正嘅無價寶。四哥走咗，謝家嘅氣場會進入一個新嘅階段，但我相信只要庭崇佢哋仲記得四哥嗰種做人嘅格調，謝家嘅風水依然會好落去，因為四哥已經幫佢哋打好咗個底。四哥你好走，你已經演完咗人生最重要嘅一場大戲，我哋全香港嘅觀眾都要起立為你鼓掌。你係謝賢，你係四哥，你係我哋心目中永遠嘅，全呢個因果已經圓滿，你嘅風水永垂不朽。